周末开启流亡模式，猜一猜咱这一身装扮是要去哪里呢？到了，一座藏在家门口的宝藏景区。一进来，爸爸完全停不下来的拍。先看了玲珑奇遇，台下这位也忍不住跟着手舞足蹈了起来。看我，再看我，这明是人物秀，咱也是参加过的啦。还偶遇了粉丝哥哥姐姐，期待的国秀狼呀要开始了。一看一个不吱声，比想象中还要震撼，连小朋友都深深的被历史文化所感染。还有 NPC 游戏互动环节，别看咱年龄小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哦。夜幕降临，教场演兵也开始了，震撼全场。让我们看看这里是谁呢？走了，跟着小朋友去看直刺狼牙，这场面太壮观了。还有这映入眼帘的非遗文化打铁花，怎么能错过？最后让我们看一下爸爸今天手机里的女儿吧。